再也分不清彼此的差錯。結果因今天補救，埋沒昨天的苦楚。請你回來陪伴我，再與我今生一起過。燃亮像愛火，將心鎖打破，容納我這痴心的一個。過去真不應該相愛，但不懂愛。生生一起揭開，請你回來陪伴我，忘記以往的風波。加油！茫茫沿路過，再也分不清。聽唔聽到我講嘢？唔該，而家又係好似初你咁，即係啲聲唔喺呢個耳機度做，唔夠聲。嚇？我聽唔到講乜？唔該，同我較大啲一個對比。好，OK，而家 OK， 唔該。翻嚟主場啊！咁啊，今年第2場 show 啊，咁啊3月開過一次，咁啊希望今日送俾大家嘅歌。都會大家中意啦。其實咧，今日所揀啲歌咧，相信歌迷咧就會好喜歡嘅。但係有啲咧就淨係識電影啊，住到空虛嗰啲咧就唔多喜歡㗎啦。當然，因為咧好多人都話做得1、2隻歌嘅啫，電影住到空虛，唱完可以收工㗎啦。咁所以咧。今晚希望大家俾多啲掌聲，好唔好 ？OK， 唔該晒。俾掌聲好唔好？也許啊。冷冷風聲，不經意地打住。風輕也遠，像我舊記憶一串，沒有太刻意追憶往日的你卻飄至在心中打轉。我再跟你披起往事千串，飄得遠遠。沒有辦法算出歌，但你可不見，匆匆已10多季，我怎麼會仍隱隱依戀？也許當天的痴未完，想講的講未完。未逼出色的火，也許未傳承淚，仍溫暖。也許所戀的戀未完。平時咧，你見到我咧做 show 咧都係着啲 casual wear 嘅，而家咧打翻個煲呔，
因為咧有得撈啦，因為就嚟去美國啊嘛。咁啊喺度做啲promotion 先啦，係嘛？即係做啲宣傳先啦。我將會2、7號咧就去呢一個 San Francisco 嘅Graton Casino， 咁就表演一場。跟住3、1號咧再飛多一轉，都係咁去 LA 攞到casino。好難得㗎，通常都係我自己請我自己去㗎，呢些人嘅請我覺得唔係。多謝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如果有啲親朋戚友喺呢一個 San Francisco 或者係 LA 度住嘅，咁啊揸車去都係個零鐘頭去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捧個場啦，好唔好？多謝。在我心間情是我情，中夢裏路與一半的夢，瞬息變幻，如天際的白雲，願寄身於白雲上，讓那情風到我頭，或許會經過百般變幻，仍想揭開霧裏針。我知道虛鬧有主宰，只覺匆匆虛有來，憶起昨晚初邂逅，如夢散失天海。喂，有冇得快啲啦？上嚟呢度再唔該。願寄身於白雲上，讓那清風到我頭，或許會經過百般變幻，仍想揭開霧裏針。我知道虛鬧有主宰，只覺匆匆虛有來，憶起昨晚初邂逅，如夢散失天海。呢都好難得嘅，呢啲外語人講呢啲好難得嘅歌，呢啲喺80年代非常之流行嘅歌。嗰陣時係我哋賣得非常之好嘅唱片。喺嗰陣時咧，我試過咧就下邊呢隻歌就一隻新曲精選，一日可以賣11萬張唱片。真係㗎！嗰陣時可以靠呢個香港市場可以唔使憂嘅，真係唔使翻呢個大灣區得㗎。但係冇辦法啦，而家你要翻嚟呢度啦。不過咧，我哋特首講咗啦，
我哋已經就係由治及興嘅嚟㗎，興緊嘅嚟㗎，二十分，係喂。咁同埋咧，蔡楓華嘅演唱會咧，大食夾大件夾抵食，係啦。我唔係做惡壞藝術家，我唔係生意佬，所以咧呢啲咧用咩？因為點解咧？呢個人好多人都質疑緊，因為仲有咁多傻佬就嚟買飛先入場咧，應該冇㗎啦，係嘛？就係我嗰句咩曬光輝不是永恆已經打瓜咗啦，應該。跟住再話佢四大天王做唔得，覺得啦啩？咁都唔覺得，仲有咁多你哋真係個個都係精神病院白卡出嚟嘅，我買飛喎，我唔賠嘅，你哋識貨啊！因為你哋知道呢個人啊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如果你係信呢個耶穌嘅。呢個人嘅際遇咧，就話俾你聽，天主也會垂憐，耶穌也會流淚嘅，真係。我所經歷嘅嘢無可比擬啊！你試下好簡單嘅啫嘛，人哋啊貼下啲海報話你，即係你似乜，你都不得了啦！我咁大件事啊！我啊喺深圳話俾你聽，我自己將 CD 睇，跟住嗰個 sales check 蔡楓華黐咗線嘅，呢個買做乜？終於我真係買咗，嗱我俾4雞屎佢喎，佢標100幾蚊，你知點解？我話俾你聽，我就係蔡楓華啦。因為點解？因為如果我告出佢咧，佢賣翻版，佢就成間嘢實封得，所以4雞屎佢都賣俾我，就係咁簡單。咁你可知我嘅生活係幾艱苦？但係唔緊要，人生最緊要有希望啊！仲有一樣嘢就係有一個不死的心。仲易俾你打低咁話俾你聽，我啲歌迷仲有面嘅，係咪？好啦，唱翻隻10大金曲，何必曾相識嘅落嚟，多謝。